商品選項。商品屬性。商品屬性用於提供給顧客選擇的選項。新增屬性。打開 CMS。點擊商品。點擊商品相關設定。點擊頁籤商品選項。點擊右上角新增。點擊頁籤編輯內容。選擇屬性。如果該商品屬性用作篩選，可以啟用顯示於篩選為是。選擇屬性後，會有一個拆開為單一庫存 SKU 的選項，意思係是否為唔同選項嘅商品單獨計算庫存。例如，屬性識分黑色同白色，如果選擇截開為單一庫存，即使用咗該屬性的商品，黑色同白色嘅庫存分開計算。如果有多個屬性顏色，選項有黑色同白色，以及屬性材質，選項有木製同塑膠，咁該商品就會有4個單獨庫存，分別係黑色木製、黑色塑膠、白色木製、白色塑膠。單獨庫存嘅數量應為各個屬性嘅選項數量相乘。如果選擇拆開為單一庫存 SKU 為否，則使用該屬性嘅商品唔會根據屬性嘅選項單獨計算庫存。喺選項名稱中寫商品屬性嘅名稱，例如材質。點擊新增選項添加選項。輸入選項名稱，例如木製。點擊右上方儲存，即可完成新增。編輯屬性。若需要修改分類內容，例如名稱，點擊屬性右側嘅檢視圖標，即可修改商品屬性相關內容。修改完成後點擊儲存。選項排序。若需要調整屬性順序，或鼠撳住選項左側嘅拖曳圖標，上下拖曳到目標位置，即可調整屬性顯示順序。揾到需要調整順序嘅選項，點擊左邊嘅展開按鈕，輸入順序。點擊旁邊嘅空白處就會應用輸入嘅順序。輸入數字幾就會將商品調整到第幾個位置，例如輸入5就會將商品調整到第5個位置。刪除屬性。喺頁籤商品選項揾到想刪除嘅屬性，點擊右側嘅刪除圖標點擊時，即可刪除。備註：若商品選項已關聯商品，則無法刪除該選項，需要先取消商品關聯先可以進行刪除。屬性顯示格式設置。顏色顯示方式。打開 CMS。點擊商品。點擊商品相關設定。點擊頁籤商品選項。點擊目標屬性右邊嘅檢視圖標。若要使用顏色嚟展示屬性選項，喺顏色編碼中手動輸入具體嘅顏色，例如 RGB 00006F4237，或者點擊顏色編碼旁嘅顏色選取框，將會彈出調色板，拖動選色器嚟選擇所需嘅顏色。圖片顯示方式。若要使用圖片嚟展示屬性選項，點擊選擇檔案按鈕，從你嘅裝置中選擇並上傳所需嘅圖片檔案。商品規格。商品規格資訊，例如衫嘅面料、產地、尺寸等，能夠讓顧客更快了解到商品嘅重要資訊。新增規格。打開 CMS。點擊商品。點擊商品相關設定。點擊頁籤商品選項。點擊右上角新增。點擊頁籤編輯內容。選擇商品規格。喺選項名稱中寫商品規格嘅名稱，例如面料。點擊新增選項添加選項。輸入選項名稱，例如棉。點擊右上方儲存，即可完成。由於商品規格嘅編輯、排序同刪除操作同商品屬性相同，請參考商品屬性章節。